大入去，由阮这班的班跳兼班会吼，伊不管是音乐的文还是音乐的舞会吼，拢非常的高明啊。啊，杨要来甲咱吟这首吼，是非常的优雅的一首男女之间的爱情的故事嚟的。咱欢迎阿关大会关，我先甲拍一下，谢谢。各位同学吼，大家好，我即马要演唱的是《彩球风》，作者陆游。